刘洋，这次只是意外，幸好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，已经是万幸。你就好好演伤吧。哎，好嘞，导演。对了，白导，这关于刘洋的戏份该怎么办呢？戏已经开了嘛，不过好在是刚开。刘洋，你就想好好演伤吧。我们先拍江南的戏份。好了，我还得回现场。哎，亲家，你就留下来好好陪刘洋吧。行，导演您慢走。哎，好演伤。好。白导，我送送你。看来我们要主动出击了。零度极限的投资人叫武云，他跟江南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就算拿不出证据，证明他在制造黑料诽谤明星，也别让他闲着，查查这个人，制造点新闻。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知名度以及我们这么高的颜值，我觉得他应该认得出来我们吧。对，所以说如果我们安装微型跟踪器，被他发现的话，很可能被他用作对付我们的证据，我们4个人也没法实施跟踪。很简单，找一个申领。可是找谁好呢？好吧。喂，你来取吧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喂，夏雪，我听到了。听到什么了？江南现在在国王西餐厅，他让八卦杂志的人现在过来取资料，他人已经到了。听得这么清楚？对啊，那你们快来吧，我等着呢。
您好，先生，您的鲜花。谢谢，先生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哎，别哥，你看这女的长得不错哎。奇怪，怎么是她？什么怎么是她呀？她是你第2任前男友的第3任前女友啊。别闹，她是刘洋那个电视剧的投资人。现在投资人长得这么漂亮。欢迎欢迎。嘿，你说这女的，你看这身材多棒啊！你看，哎呦，还伸手，哎，这流氓，伸手摸手，哎，哎呦，就这么摸，哎呀，他摸手你还不拍呀？赶紧啊！哎呦，还是往上摸，哎呀，哎呀，嘿，别拍，不许拍了！别拍了！别拍了！你等等呀！你谁呀？喂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是男演员请女投资人吃饭的新闻大，还是有人以帮助粉丝欺骗明星牟利的新闻更博人眼球？刘洋还好吗？住院休养。帮助粉丝欺骗明星，赚钱吗？帮助明星欺骗粉丝赚钱吗？这是你们的照片，还给你。这是你的。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以后不只是我能找到你们，那些被你们欺骗的明星都能找到你们。很快，各大八卦杂志、报刊网络都会曝光你们。喂，夏小姐，看下你们的头条新闻。啊！哎呀，你这照片比本人帅多了，你看看。你们怎么到我家的？